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这个《龙刀山》。《龙刀山》是江湖辈先生的作品，小说创作，叫做台湾的这个做啥？大河剧剧。那准讲要找一个内容，《龙刀山》这个小说，伫咧2000块，你伫 YouTube 顶悬应该使找到袂少资料呢，龙刀山。所以，因为伫 YouTube 有一个直播，然后 Clubhouse 下只我就甲伊分享一寡信息，讲参考，可比讲参考，然后 Wikipedia， 因为这个是纯创作，因为日本时代嘛吼，用帮助你呼吸，互你甲谈。言归正传，言归正传。直接讲言归正传，看有其他讲法。Let's resume the narration. Let's go back to the main topic. 看有其他讲法。言归正传。20副查某咧困暗是熟悉，准讲熟悉无适当吧，对无？好啊，咱先讲咧，就按卡棒甲准票摕出来，拄好记家宝看，准票共好，就忍袂牢，太害咧，白头角角讲，可能因摕毋到准票互你哦。普通是查某人甲查某人一床，哪有可能查某人甲两个查某人共床呢？我也毋知啊，我就才在想讲，有查某人会入来甲我共床，哪会知影是恁两个查某人要来甲我共床啊？无咱来去问村长啦，看伊是毋是创毋着去，若毋对，则叫伊甲咱换床啦。记家宝安尼讲，咱是想咧也有道理，着准票摕咧，含记家宝甲村长。日本村长查，原来你是富人人啊，因为你含气什么含乌什么，囥咧共村啦，真正真实个。本正应该是甲你换，无我一时之间也想袂出办法。靠换的时阵才看卖啊，迄个床底会床，到原底去床大一枚安怎？迄个村长讲啊，酷什么是暂时含你共床尔。我想应该无酷什么共床较无妥当。敢若恁两个人，安尼就较无啥要紧。就敢若需要恁两个互相监视一下，监视就会使啊啦，哈哈哈哈哈！莫讲迄个时代，即摆安尼唱，感觉佫煞袂输啊，佫真要，因为伊自头到尾拢恬恬无出声。现主是看到别人伫咧笑，伊就甲面热落来，目睭滴大泪，甲村长含姓王的钱，伊甲青
啦，就食甲青啦，就家己行李赶咧，行去床房，姓王诶也随甲行李赶咧，骹就抽咧拢，眼神就转头趴伫后壁，但是伊也煞真清楚听见着季家宝大声咧对姓王诶咧闹讲，甲查某人带共阵，真衰小。一工尔尔，到文殊港就要搬走啊，小恁来一个啦，一工尔尔，一工嘛无方便啦。衰小，真衰小，一个眼神，眼神就紧甲头垂落去，也跳工甲骹步放慢。伊咧想，做妇人人是偌尔不幸啊！伫咧大雨内海，足足一工半诶行程内底，因做伙去餐厅食饭，啊，做就是迄个会使看到外口迄个语诶字书去读啊。所以即摆伫咧讲诶，变成讲含华语、含中文无共字诶，也是足大争吵。拢互当做奇怪用字用词啊，这是台语人诶悲哀啊！你啊，我会记日本时代是来叫本民啊，对啊，迄个啥，爱台语嘛讲本邦啊，所以这个是啥？台湾锁定理书店是毋是？对，台湾锁定理书店就是村民甲办本民本定，这是为啥做本法毋知啊？就搞笑，中文有毋是概念字项，本定村民。做伙伫咧本面散步，做伙上尊称的便所，看在眼内，袂输伊自头到，袂输伊根本就无存在相款。敢若伫咧床房内底有当阵啊，拄着啊烧长头，目头角角，练着嘴，说着没练着嘴，季家宝才目头角角，喙啊小可微微啊笑含，眼神顶正头，但是也是点睛无想要讲话。眼是因为家己一个人无聊，所以就真早就上床棉被暗咧咧困。啊，季家宝含乒乓到暝深才转去到床房，一个去顶部，一个伫下部，咕咕咕叫就怎困去。顺龙园第二天透早到文殊港，停伫咧码头加拖炭，所以旅客会当落船几点钟啊去船，袂赴想其他诶大细项代志。搭较清醒诶头脑，哪是才雄雄想起着袂记咧买歌伴手转去台湾买床，趁季家宝含姓王诶两个还佫伫咧困诶时阵，就先伫咧政区间是日本式诶，进步身躯洗刷，行出府路间，伊才发觉因两个还袂醒起来，坐船去文殊港踅过。哪是伫咧文殊港踅差不多2点钟，因为时间伤早，店也是真早就甲伊想到伫台湾诶人是真罕咧食到即种好诶苹果，就向店主寒2篮，早转来船顶。要到床房诶时阵，
咱烂干，较切片床房，看马头顶来来去去搬货，会工伫咧讲话。那拍青筋啊！骹内抢行床房，等你挖进床门的时阵，伊发觉到记家宝的头毛澹漉漉，袂输若洗身躯无偌久相款。我是无意之间就听到因伫咧讲的几句话，真衰，甲查某人带共算着已经衰啊，搁着洗查某人洗剩的洗身躯水，会袂大汉。我是无要紧啦，我着咧向我家己已经伤过大汉，看会较细王的一讲完就家己哈哈大笑，伊家宝无咧笑，就敢若继续咧闹啥。但是躯若是若下过床门，所以就听无。其实也无想要搁听。顺丰员按文书港开船无偌久，船长就亲身来雅信通过伊，只要就请雅信继续含其他2位船客共舱，一直到内容的倒是无所谓。但是纪家宝就真愤慨，从此以后，毋若无对雅信讲话，连头也无要点。一开始讲足水小的。顺丰员离开文殊港了后，伫咧东海海上行2天，就遇到按太平洋架来上北的风台，迄个乌云压加加，伫咧头顶咻咻叫，海上就架起冲天的海影，想要将云拖落海底，是甲车边，目睭看会到的是拢因为要讲乌天暗地，啊个云拍天嘛，云拍影，影加云，咁样来讲，这等于是作者的迄种笔路啊，所以伊用浑浑噩噩的这种词。我就是乌天暗地，分袂出来，天，分袂出来海。船拄着风台，其实也无法度搁驶，加上船的路径互风影拍歹去，船也失去方向，所以船长就甲轮机一个杆系在船伫咧大海当中漂流，盲目漂流。加上船的路径互风影拍歹去，船也失去方向，所以船长规气甲轮机关掉，系在船伫咧大海当中无方向，互袂漂流。咱是来日本迄一回已经有船是海甲比顶界搁较严，搁较厉害。这已经毋是亲像干乐安尼有规律。进前退后，伫咧洋洋海海，这袂输是伫咧静流当中的漂，毋若受到风吹雨拍，而且佫会雄雄倒面一个影，正面一个影，永远是杂乱无章，袂当了预测。也因为安尼，船长就下令所有船客拢袂当来到甲板来行叮当。惊会变做滚地球。船长下令所有船客拢袂当到甲板来行叮当，惊船客跋伫咧甲板会拿球伫咧练，甚至会去引加落海里。伊叫所有人拢甲门项通关哦，
用扩大甲身体绑伫咧床架，较袂按床练落来床骹，较袂按眠床顶练落来眠床骹，因为所有的尊客拢袂当离开家己的床房，会当有遐个惯势，敢若会当记载，敢若会当有遐已经惯势，全身摇摇摆摆，阁袂现存的水手，到各床房去分发散盐的饭圆互尊客食。其实遐也毋成三顿啦，敢若会当算是救济娘，通来子机较袂枵死尔。摕饭圆来互雅信的迄位水手生出高强大汉，伊笑嘻嘻，含雅信讲有一困啊，一点仔也无甲即个方太看在眼内。等到伊要行出去的时阵，雅信搁较嫌咧，问伊讲：“你想这方太敢是真危险？一点仔也袂危险啊，姑娘。你想这船敢会沉落海底？这你放心啦，一定袂沉落海底。如果若一定要沉落海底，姑娘讲到这，迄个水手就撩一个共床的其他2个查甫人，就甲声音压低。我去到救你。雅信看迄个水手哭时啊，行出去，伊是从出世以来，雅信看迄个水手时啊，可怜行出去，这是伊头一摆感觉到真做一个妇人人是偌尔啊好运的代志。这一届谈话，互雅信和迄个水手的友谊的关系就密切起来。从此以后，雅信就敢拜托伊为伊做一寡细项代志，爱真欢喜来甲伊斗3工。所以另外有一届，迄个水手伊搁摕饭圆来的时阵，即只船伫咧海上拄着风台的消息。我毋知现主是是偌尔啊，莫去生气就好啊啦。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请教，咱船顶的路径歹去啊，电报还阁含你我上款好势好势呢，姑娘。我敢是会当劳烦你去电报室替我拍一张电报互阮阿母，会使啊？你想要拍啥？啊，着拍，毋知人伫倒，只是平安无代志，安尼敢会使？一点问题都无。你甲恁阿母的住址，风台口来第一天，船虽讲摇摇摆摆，厨房还阁会当煮饭，但是到第2天，因为摇摆咧搁较严重，所以连厨房也无咧煮啊，就无搁再有水手到各床房去分饭圆。有的船客就开始2篮苹果，伊就甲苹果分互季家宝含姓王的做伙食。伫咧足足2天的苦难当中，雅信因为甲不时伫咧背念诗篇23篇，精神